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台湾人满地会念迄个小报歌，内容真艺术。日本时代流传伫咧习字，小报歌咧讲，所爱的人，你敢了解我的心意？查某囡仔的心声。见面歌词讲，玉兰开花真清芳，生水兄害死人。心肝若好有所望，钱银来添无采工。小报歌头一句拢咧讲大自然的景致，玉兰开花，芳味来到我的眼前，互我闻到。不过第二句要紧咧讲我的心声，生水兄害死人，兄生水。小济人咧追求，你个查某囡仔嘛共款呢。一个招伊去食咖啡，一个招伊去看景致。干那我踮遮目睭擦擦呢，啊，毋过所爱的人，我对你心肝有所望，我对你未来有寄托。钱银来添无采工，钱贴到我病悬，我都未改变。看到这款真情真意，边仔的人第三者，我哪会出来劝讲？你唔好遮尔死决啊！迄个会遐富变心的查甫人满满是。啊，这我哪有死句人咧念呢？过来换一拍讲：韭菜开花一枝香，半壁花草万年香。娘仔爱过唔免痛，看清看慢人晓香。韭菜咧开花，一支敢若香咧，滴。啊，半壁花草，迄个草号名叫做万年香，这种大自然的景致。后壁倒句。咧讲人心肝内体会，讲娘仔的歌唔免唱，当然即句唱有较粗。老辈交代讲唔通定定讲，因为看清看慢，晓香的人真济。听到安尼尔，即个小姑娘我去问爱人，讲安那你敢知？原来四句人，寒芒开花较特别，问果讲话敢有实？心肝若好一粒一，甘愿对你苦过日。讲大自然的景致，看到寒芒开花。比较别搁较直，啊，当然要紧是要倒句讲后壁，讲你对我所讲的言语敢有事实？若有事实者，咱两个上好一粒一就是上盖彻底，无人听过甲咱批评，这叫做一粒一。交情一粒一，我对你的心意一粒一，我甘愿对你度苦过日。唔则讲小报歌咧讲男女间的感情，内容有影真艺术，尤其个真趣味。